諗咗好耐去雲南旅遊，終於的起心肝喺2個月之前就設計咗呢一個私人定制嘅旅遊啦。點解唔參加旅行團要自由行？自己包個車，包個司機同埋個導遊，方便好多，自由好多。想去邊度玩，用幾多時間都係自己話事，同埋可以自己挑選自己中意嘅特色民宿，去大眾點評揀選自己中意食嘅美食。其實唔講你唔知，如果自由行自己安排晒所有嘅嘢嘅話，根本比旅行團仲要平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點樣去私人定制一個自由行嘅大陸旅行團，就可以撳入去收睇我呢一個自由行嘅攻略片。喺今次呢一條片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我喺2025年4月去咗一個11天嘅雲南深度遊。第一天由香港直飛昆明，第二天一早我哋就由昆明坐動車去大理。去到大理就梗係要暢遊里海、雙廊古鎮，跟住就入住理想邦。理想邦係我最想去嘅地方，因為呢度係有大理嘅 Santorini 之稱。第3天沉浸式體驗 Santorini 白色小鎮的浪漫，跟住去大理古城，然之後就坐車去麗江啦。黃昏之後就去麗江古城遊玩啦。第4天就去麗江玉龍雪山、南越谷，欣賞張藝謀執導嘅印象麗江。下午就欣賞最出名嘅麗江千古情。第5天由麗江出發去瀘古湖，一片靜海嘅瀘古湖，我哋仲包咗隻船去暢遊利姆比島。第6天喺瀘古湖睇日出，天公造美，我哋仲可以影到好靚嘅天空之鏡添。喺呢度淨係放航拍機同埋影相都玩咗1個上午，玩到食埋個午餐，我哋就由瀘古湖揸翻個車翻麗江，跟住就暢遊束河古鎮。最估唔到嘅就係嚟呢一度都可以欣賞到咁多嘅櫻花。玩完之後就趕夜車去香格里拉。第7天我哋一早就去咗香格里拉嘅巴拉格宗，上咗一個人類可以坐車去得到、高達海拔4250米，即係14000尺嘅香巴拉佛塔。呢一度係與世隔絕嘅神秘之地。我相信去過雲南嘅朋友都未必去過呢一個地方。我好感恩我有機會去到呢一個地方，真係不枉此行。巴拉格宗共有4個非常之重要嘅景點，所以喺呢一度就可以玩足1日啦。第8天一早，我哋就先去香巴拉時倫壇城，去了解藏傳佛教嘅文化。下晝我哋就去咗小布特拉宮松贊林寺。撇除宗教，其實呢度嘅文化色彩係非常之豐富㗎。你睇下，我哋都着咗藏服，就係為咗襯托翻呢度既神秘又富有民族色彩嘅地方。跟住就暢遊非常靚嘅普達措國家公園。夜晚黑我哋就係暢遊香格里拉嘅獨克宗古城，登上龜山公園，訪尋全世界最大嘅轉經筒，同埋俯瞰整個香格里拉市。第9天我哋一早就坐飛機由香格里拉返昆明，參觀雲南民族村。然之後夜晚黑我哋就去欣賞由孔雀舞皇后楊麗萍執導嘅雲南影像。第10天我哋就暢遊世界馳名嘅昆明石林。石林裏面奇石佈局迷離，入咗去好似入咗一個迷宮一樣。呢啲幾億年嘅化石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啊！下晝我哋就會去石林附近嘅九鄉溶洞。喺呢一度仲有一句說話：不遊九鄉，枉來雲南。可想而知呢度係一個如此厲害嘅景點。第11天我哋就搭飛機由昆明返香港啦。哇！一口氣用咗3分鐘嘅時間同大家介紹咗我11天雲南深度遊。至於美食方面呢，就真係林林總總，乜都有。雲南已經係一個開發咗好多年嘅旅遊區，所以喺美食方面呢，都係非常之多元化，同埋呢唔憂冇嘢食。去到古鎮老街，根本就係不夜天，晚晚都可以食嘢食到2、3點。去大陸玩，大家最擔心嘅呢就係洗手間嘅問題。喺雲南呢，洗手間都尚算乾淨。除此之外，大陸之大，大家最怕嘅呢就係由一個景點去下一個景點要坐成7、8個鐘頭車。不過唔需要擔心，喺雲南點對點之間都係2、3個鐘頭車嘅啫。喺我哋呢11日裏面呢，最長嗰段呢就係由麗江去瀘古湖，大概係4個鐘頭車。嚟雲南真係冇乜禁忌，唯獨是呢就可能會有高山反應。大家嚟睇一睇呢一個圖，我就會寫得好清楚每一個地方嘅海拔啦。喺呢條片嘅尾段，我都會教大家點樣預防高山反應，所以千祈唔好因為驚高海拔就唔嚟雲南玩啦。特別係香格里拉，一生人一定要去嘅一個地方嚟㗎。大家快啲揸住張登機證，一齊同我去雲南玩啦！2025年4月15號，我哋坐東方航空由香港直達昆明長水機場。
飛行時間大概係2個鐘頭45分鐘。攞齊行李出咗閘之後，就會有司機舉牌迎接我哋啦。因為自由行嘅關係，所以我哋就係包車包司機，非常之方便。由機場揸到去市中心，大概用咗30分鐘嘅時間。昆明係一個大城市，所以我哋咧就冇特別去租一啲特色嘅民宿，反為咧我就係租咗一個步行500米就可以到達昆明老街嘅雲朵里酒店。雲朵里酒店係國內嘅4星級酒店。我非常推介呢一間酒店，原因呢係有以下嘅優勢。第一，佢500米就可以行去昆明老街，咁變咗夜晚黑我哋就唔需要自己再打車就可以夜遊啦。而且呢度房間非常之乾淨，仲有嘅就係，如果佢有房間嘅空位嘅時候，佢係可以無條件咁樣幫你升級嘅。好似我哋租咗標準嘅雙人房，佢就幫我哋升級成為有陽台嘅豪華雙房啦。每一晚嘅價錢由300幾蚊到500幾蚊不等，連早餐，而且個早餐係有中式同埋西式，都非常之豐富。更好嘅咧就係佢喺個大堂裏邊有無限量供應嘅咖啡、茶同埋自製嘅雪糕。check in咗之後，我哋喺酒店可以徒步去到昆明老街，沿途都會見到好多飲嘢嘅地方。昆明老街嘅建築最舊有成900年嘅歷史，亦都係喺昆明城中最後遺留嘅歷史街區。行到出去廣場嗰度咧，就會見到最出名嘅打卡熱點，就係紙片樓啦。喺紙片樓嘅地下已經係出租咗俾不同嘅商鋪賣不同嘅美食，大多數咧都係以小食同埋飲品為主。昆明老街唔算好大，全長都係435米。中國大陸做保育做得非常之好，特別係呢啲古城老街，全部都會發展成為旅遊嘅熱點。你睇下，而家已經係9點幾啦，仲有幾多人喺度？雲南咖啡係相當之出名㗎，我哋又可以試下啦。嗱，我哋轉彎啦。嗱，我哋就要嚟前黃街呢度食呢一個野菌煲啦。大家好容易認啊，見到呢個昆明老街前黃街行入去就係啦。我哋要嚟呢間菌顧啊，食火鍋，開到1點半啊！呢間嚟雲南梗係要食野菌火鍋啦，所以我哋喺大眾點評點咗一個2人套餐188蚊，再單點2份嘅牛肉都係40零蚊一份啫。芥首青黃牛肝拼盤，然後竹荪金耳拼盤，然後老人頭菌，然後美味牛肝菌。嗱，原來咧雲南就好出名就係整呢個菇啊，即係菌類。咁佢咧就千叮萬囑咧，就叫我哋千祈唔好攞筷子咧去夾喎。點解咧？我哋初初仲以為係好衞生嘅問題，原來咧佢話有好多菇咧係有毒嘅。咁咧佢未煮熟之前咧食咗咧就係唔掂嘅。咁所以叫你咧就冇攞筷子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夾過佢生嘅時候咧，你再食咧咁咪中毒咯會。哇！就係咁樣啦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佢哋嘅雞湯啦，要計時。時間到了，可以吃嘅時候我會給您說。佢就係話好緊要啊！我哋要聽從服務員嘅指令。嗱，呢個湯入邊咧真係煲起上嚟之後咧，就真係好濃。你睇話有雞嘅喎，真係哇蒙晒。嗱，呢度咧都係有啲雞肉嘅，係嘛？啲雞肉都幾靚。有。呢啲不同嘅菇，哇！你睇個湯濃到，我試下先。呢一盤係伊菜肥牛，呢一個就咁雪花肥牛。嗱，咁而家咧就要試下啦。嗱，個雞咧就係走地雞嚟嘅。嗱，而家試下先。嗱，都幾腍咁樣個樣，好似。嗱，你真係估佢唔到啊！佢已經煲咗咁耐啦，隻雞咧都唔係好老嘅喎。咁啊入邊咧有好多菇，個湯又好濃好濃，好正啊！真係要嚟試下。嗱，呢個菇，不過而家唔好問我叫咩啊，唔記得晒嘅名已經。7八種菇，好爽好好味啊，好有菇味。而家我哋飲下啖湯先，湯咧濃到咧不得了啊！個湯望下幾濃，哇係，喂一流啊！呢間菌顧啊，大家記住嚟食啊！食完晚飯之後都已經係晚上嘅11點啦。話呢度有一條淘寶街，不過已經係閂咗啦。但係咧地攤咧就有好多未閂，咁所以咧呢一度都可算係不夜天。如果大家肚餓想嚟呢度食宵夜嘅話咧，都不乏冇嘢食嘅。
喺呢一個節目咧，每一個景點我都會評分，滿分係10分。昆明老街我就會俾7分。嚟昆明呢一個都係必嚟嘅熱點。第一天幾個鐘頭喺昆明逛完夜街之後，我哋就返酒店休息，等待明天嘅來臨啦。我哋今朝咧8點44分就喺呢度昆明站就坐高鐵去大理啦。昆明坐動車去大理只需要2個鐘頭，155蚊，係慳翻好多時間嘅。如果坐車嘅話咧，就要4個鐘啦。大理我哋係會玩2日嘅，主要嘅景點咧我哋都會去晒。而大理最出名嘅咧就係呢一個里海啦。環線遊都有好多景點，例如雙廊古鎮、生態廊、喜洲 S1。然之後我哋仲會去大理古城，而最爆嘅熱點咧就係理想邦，人稱希臘 Santorini。呢一次我去大理咧，主要咧就係嚟呢一度玩啦。第2同第3天嘅行程，我哋大理見啦。去到大理之後咧，第一時間我哋租咗一架7人車啦，然之後咧就去理想邦 check in 咗我哋今晚好靚嘅酒店先。哇！一嚟到呢一個理想邦咧，就好熱情㗎啲人，咁咧就有好多呢一啲咧用鮮花做嘅，即係幾靚啊！呢啲好似頭箍咁樣即刻買翻個。咁大家估下幾多錢咧？呢個5蚊啊，5蚊。喺理想邦放低咗行李之後，即刻要出發走我哋今日嘅行程啦。依家呢個咧就係環海公路，咁圍住個里海走嘅，兩旁嘅櫻花咧都仲未謝晒啊，久唔久咧都會見到嘅。我哋嚟到里海呢個漁民家常菜嗰度食晏。琴晚咧我哋食嘅火鍋食得滯得滯啦，所以咧今日嘅午餐係比較簡單一啲。我哋淨係叫咗2味餸嘅，就係酥炸劍魚同埋西芹炒牛肉。我哋下一站咧就係嚟到呢個雙廊古鎮啦。哇，人多啊！你睇下啲車多到今日係禮拜3都咁多人。以前呢，佢哋呢度就係靠打魚為生嘅。呢一個呢，就係雙廊古鎮嘅標誌啦。嚟雲南旅遊當然要了解一下呢度啲歷史文化。雲南省簡稱滇。睇到呢個字唔好讀個真喎。雲南省喺中國嘅西南邊疆地方，西面與緬甸連接，南邊就同老撾越南連接，係中國連接東南亞各國嘅陸路通道。雲南省人口大概有4700萬人，而全國有55個少數民族，雲南呢就已經佔咗25個少數民族啦，所以令到雲南有多元化嘅民族色彩。今日我哋嚟到呢個雙廊古鎮，係白族人聚居嘅地方。大理有唔少嘅古鎮都係以大理古鎮同埋雙廊古鎮比較出名啲，而呢度就有蒼理風光在雙廊嘅美譽。因為雙廊古鎮係背住青山而起，面對住里海，而且遠望可以見到蒼山19峰，亦都有風花雪月嘅妙景。當然，雙廊古鎮之所以咁出名，係因為呢度有孔雀母后楊麗萍老師嘅太陽宮，好多人慕名而來，都係為咗喺嗰度打返一張卡。依家呢度好啲啦，係門口嗰度咧就好似好人多，其實咧行到入嚟呢度咧都還可以都唔係好多人嘅啫。呢度一路係斜路落嘅，一路向住後邊呢個即係古鎮。呢度大概行咧1公里到，就去到即係另外嗰個，我哋喺南門入就喺北門出咁樣，就唔需要行回頭路，因為咧我哋個司機一陣間咧就喺嗰邊接翻我哋啦。佢哋咧大理呢度咧有50%嘅人咧係白族嘅人，呢一套咧就係白族嘅服裝啦。其實咧喺佢個睇個頭飾咧就睇到，佢原來呢個頭飾叫做風花雪月。白色呢一度咧就係風啦，花咧呢度咧就係嗰啲杜鵑花做嘅花，雪就係呢度啲白雪啦。月亮咧係因為呢度咧大家見面到係一個半圓形嘅，原來呢個頭飾咧就叫做風花雪月啦。另一個長知識嘅地方咧就係留意白族嘅建築，就佢哋屋檐下邊喺呢度咧，我哋會見到係個龍行先，然之後個鳳喺排第2嘅，咁即係話咧呢一間屋就係龍就係男性啦，就係大鵬當家啦。如果係鳳擺喺頂先嘅咧，就係女性當家啦。白族人咧其實都係女權分子嚟嘅，咁有好多白族人咧都係女性當家嘅。呢啲咧就係玫瑰花，咁佢哋就愛嚟做啊，你睇下一朵一朵玫瑰花。然後咧就製作成為呢個鮮花餅。睇下啲鮮花餅點樣做。你好，係啦，咁嗰個花泥啊，個花泥就係係啦，
然後咧就包，然後就焗咁樣咯。就鮮花餅啊呢個，咁啊呢度玫瑰花，這裡做很多玫瑰花嘅產品。哇，有玫瑰花嘅蜜糖，喂，玫瑰花係醬啊，哇幾平啊，喂25蚊啫喎，全世界玫瑰花啲嘢都好貴嘅喎，係咪啊？呢個玫瑰花，喂玫瑰花蜜糖35蚊喎，真定假㗎？嗱呢個係真㗎啦，我哋睇住佢新鮮榨嘅竹蔗茅根啊，19蚊一支，喺呢度水平嚟講都算幾貴，不過咁大支都 OK 啦，試下又真係好原汁原味喎。哇！呢度冚唪唥都係普洱啊，好平啊嚇，100蚊一盒。100蚊3盒。當然呢啲古鎮就會有好多商業嘅店鋪，如果大家真係要買嘢嘅話，都係要小心價錢，同埋要講下價。前面呢個真係古蹟嚟嘅，就係明末時期嘅玉波閣，亦都保存到而家，當然係經過咗修葺啦。嗱，我哋咧就要穿過咧呢一啲嘅橫巷，就準備要去呢一個叫做太陽宮嘅嚇，咁啊呢度好有呢個古鎮 feel 啦。而家帶大家一齊行呢條巷仔啦！見到呢條橋走過去嘅話，就係楊麗萍嘅太陽宮啦。好多人嚟呢度都係為咗喺度打返張卡，因為呢一度呢就係面向裏海，風景非常之靚。而對面呢就係南詔風情島啦，大家可以見到喺個島上面一間白色嘅屋，就係以前南詔王嘅行宮啦。咁啊，呢度一路呢都係喺海邊嘅長廊啦。咁就可以行嘅，咁啊而家帶大家一齊去行下呢一個海邊長廊啦。雙廊古鎮地方唔算大，大概用2個鐘頭到呢，就應該可以行到好多地方啦。又係景點評分嘅時候啦，雙廊古鎮我係會俾6分，因為呢度比較商業化一啲。如果大家嚟雲南玩嘅時間唔係好夠，呢一個雙廊古鎮可以作為後備景點。呢條路呢就係去喜洲嘅呢條路，你睇下兩旁靚到全部都係玫瑰花。我哋嚟到喜洲呢，就要坐呢架馬車就遊下呢個喜洲啦，幾得意啊吓！我哋嚟到喜洲呢度，咁啊呢度係白族人嘅古鎮嚟噶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呢，嗰啲房屋全部都係白色噶。我哋嚟到呢個喜洲啦，喜洲呢其實就係白族嘅古鎮嚟嘅。咁啊，以前呢啲人呢都係農耕為主啦，不過依家呢就做咗旅遊勝地，咁啊而家我哋呢就坐緊呢架馬車啦。嚟喜洲呢度玩呢係可以買一個活動嘅套餐，咁呢就200蚊一個人，就係包括咗剛剛嘅馬車30分鐘啦。要換啲民族嘅服裝，然後踩單車就跳舞，即係要感受下呢個白族人嘅風土人情啦。而家呢，我就着咗呢個佢哋嘅風花雪月嘅裝啦，就係佢哋白族人嘅風花雪月啦。哇！呢個地方非常之特別啊！呢個喜洲，你睇我哋個個着晒呢啲白族嘅人，我哋個個呢就係踩住呢一架單車呢，就係去噶啦。哇！你睇呢度幾靚，好就係呢度。喜洲景點加活動評分係8分，一個景點4個活動200蚊，真係非常之抵。嚟到雲南點都係要體驗一下少數民族嘅風情，我都係人生第一次穿着民族服裝，覺得非常之好玩。玩完喜洲之後呢，都已經係黃昏啦，所以我哋呢就要翻去理想邦啦。理想邦嘅開放時間呢係朝頭早嘅10點到夜晚黑嘅6點。如果你唔係住客嘅話呢，基本上6點後鐘就唔可以再入嚟理想邦啦。所以晚上呢一度除咗住客之外就冇其他人啦，所以感覺呢係非常之私隱嘅。我哋嘅酒店餐廳夜晚黑已經係閂咗啦，咁所以呢，我哋今晚嘅晚餐就要去另外一間酒店啦。咁我哋呢亦都係坐電瓶車，咁呢就喺夜晚就遊呢一個理想邦。哇！你睇下開晒燈嘅理想邦呢，係另有一番好神秘嘅感覺，另有一番風味。我哋會嚟呢間柏及酒店呢，就係食晚餐啦，因為理想邦嘅酒店晚餐好多呢9點半呢就收咗噶啦，咁係唯獨是呢一間呢係收11點。嚟到呢個博及酒店嘅餐廳呢，都係食一啲中式嘅融和菜。咁夜仲有嘢食，大家就唔好要求咁高啦，就當一場家常便飯咁樣食就 OK 啦。咁啊呢餐飯都唔平噶，600幾蚊噶。
食完晚飯好好休息，期待明天隆重嘅理想邦介紹。第3天理想邦 Santorini， 一個令人聽到個名就好向往、好興奮同埋好浪漫、好想去嘅地方。理想邦位於大理里海，驟眼聽有烏托邦嘅聯想，見到咁絕美嘅景色，白色嘅石屋、蔚藍色嘅天空、360度全海景，就知道理想邦想打造一個中國嘅希臘版 Santorini 聖托里尼啦。喺呢度我哋就係訂咗呢間古越仙來酒店啦，哇，非常之興奮啊！嗱，你睇下呢啲靚仔管家，而且咧全間酒店咧都係好似希臘 Santorini 咁樣全白色嘅。呢間酒店咧總共有4層，好似一級一級咁樣。嗱，每一層咧就係有唔同特色嘅房，房間咧就由400幾蚊啦到1600蚊不等，視乎你係有幾大啦，係咪全海景啦，有冇私人泳池啊咁樣啦。而古越仙來呢一間酒店咧，亦都係靠近海邊嘅，因為呢一度理想邦有其他嘅酒店，但係如果你唔識嘅話，租錯咗嘅話咧，都未必係可以喺海邊噶。大家睇下我租咗間乜嘢房？呢一個就係270度叫做太空艙嘅海景房啦。哇，真係好開心啊！我今朝早咧一早起身，乜嘢都唔做，早餐都唔食，就先嚟打一輪卡先。清晨嘅 energy 有海浪聲，有雀仔聲，真係覺得自己喺烏托邦一樣啊！我呢一間房收視率真係非常之高啊！同行嘅朋友都上嚟打咗成2個鐘頭卡。不過我講俾大家聽，如果想租呢間房嘅話咧，真係要預早，因為成個古越仙來只係得一間呢個房嘅啫。打完晒卡，我哋先至落去食早餐。早餐方面咧係1人1份，而且係一啲營養嘅早餐，相當之豐富好味。除咗玩酒店之外，喺理想邦咧都可以遊玩嘅，因為呢度咧都幾大，咁我哋都要坐電瓶車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可以秒速咁樣行晒理想邦俾大家睇啦。呢度有非常之多嘅酒店啦，咁大家行到嚟呢一度咧，就會見到係理想邦嘅商業區啦。咁有便利店啦、士多啦，最多嘅咧就係有好多租衫嘅地方同埋旅拍嘅店鋪。上到頂行翻落嚟就有呢度好靚嘅薰衣草花園啦。大家如果唔想多人嘅話，如果你又喺理想邦裏面住，就一定係要10點鐘之前咧就要嚟啦，因為10點後鐘係開放俾公眾嘅，咁所以之後咧就會非常非常咁多人啦。除咗薰衣草之外，呢度仲有好靚好靚嘅玫瑰花。呢度啲玫瑰花真係大隻到咧，嗱，俾個比例大家睇下，成大半隻手咁大，真係非常非常咁燦爛啊！喺呢一度行到落底咧，我哋就會見到呢條理想橋。再行落去咧就係理想邦嘅入口啦。嚟理想邦玩，我認為必定要住一晚，然之後第2日最少要花上4個鐘頭嘅時間打卡啦、遊玩啦，享受下呢一度咁浪漫嘅烏托邦。又係景點評分嘅時候啦，我會俾8分。性價比方面，500蚊真係抵到爛啊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去希臘嘅 Santorini 要幾多錢？跟住我哋就會去大理古城。嗱，如果要追溯大理古城嘅歷史，就有大概1200年啦。最早可以追溯到去南詔國時期，但係至今保留眾多嘅咧，都應該係喺明朝遺留嘅建築嚟嘅。雖然有唔少嘅建築咧喺基礎上面都進行過復修啦同埋重建，不過入到呢個古城咧，依然係會感受到大理古城有歷史悠久嘅味道嘅。穿越橫街小巷都會感受到唔少嘅民族氣息同埋百年傳統。大理古城當然係大理必去嘅景點啦，所以你睇下人嗰種多法咧，真係不得了啊！喺城門門口咧，我哋就已經見到有好多嘅檔攤啦，有小食啦，有首飾啦，各式各樣唔同嘅嘢咧都有得喺度賣。大家記住呢一度係一個旅遊景點，如果一啲平平地大家有心儀嘅嘢都可以不妨一買嘅，不過記住要講價。大理古城唔算好大，大概花上2-3個鐘頭咧就夠噶啦。景點評分咧係7分。古蹟方面唔算多，如果要喺呢度買特產嘅話咧，唯一可以考慮嘅咧就係大理嘅銀器。嗱，喺大理古城入邊咧，就有呢一個叫做串四銀莊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國家支持嘅一個正牌嘅銀莊嚟嘅。咁啊，同埋咧喺呢一段時間咧，因為國家支持嘅關係啦，所以咧佢啲銀咧嘅價格咧係比出邊市面上低嘅。咁啊，開咗38年嘅啦，喺成個大理古城嗰度咧都有成10間嘅分店嘅。咁我哋咧而家咧入去望下先。今日嘅午餐只係食一個便餐，我哋就要坐2個鐘頭車由大理去麗江啦。4點鐘喺大理開車，6點半我哋就去到麗江古城。為咗要有穿越時空嘅感覺，我哋當然會喺麗江古城租一個民宿嚟住啦。汽車係唔可以駛入麗江古城嘅，所以如果大家要喺古城裏面住嘅話咧，就必須要打電話去民宿嘅老闆，叫佢安排一個車夫同大家拎啲行李入去民宿。
我哋嘅車就停喺最近大水車呢個地標，然後大概行10分鐘先至行到去我哋嘅民宿啊。呢一間名叫國泰府嘅民宿真係唔講得笑，佢真係由古老嘅建築重建而嚟嘅。同老闆傾咗，佢用咗400萬嘅裝修費。我唔多講啦，請大家喺片中細味一下。我哋會喺麗江古城住2晚，所以呢，我哋就租咗呢一間最豪華嘅民宿房間。呢個房間呢好大啦，1廳1房，有古色古香嘅設計，而且非常之雅致。咁佢嘅用料呢係好靚嘅，咁好似呢個櫃咁樣啦，都係一個仿舊實木做嘅櫃嚟嘅。咁啊，其他嘅家私大家都見到係用啲仿舊嘅木家私，咁啊非常之精緻嘅。咁啊睇起上嚟咧，都真係好似以前啊啲大戶人家咁樣嚇。重點呢度仲會有一個露台，行出呢個露台仲可以俯瞰晒整個麗江古城添。國泰府民宿房間嘅數量有限，而且每一間都唔同，價錢就由400幾蚊到1000幾蚊不等。房間質素高，服務一流，性價比非常之高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我都想喺呢度住上1個禮拜。嚟麗江古城旅遊，日頭嚟同埋夜晚嚟，真係有2種唔同嘅感覺，唔同嘅景色。你問我當晚上點起晒燈，麗江古城嘅夜景比日景係更勝一籌嘅。有800幾年嘅麗江古城，面積有7平方公里，比起琴日我哋去嘅大理古城係大好多嘅。麗江係中國4大古城之一，以水為核心嘅麗江古城，因為水嘅運用而呈現特有嘅水巷空間佈局，所以喺呢一度小橋特別多。而且喺呢度行嘅時候，大家都要望住條路，小心啲，唔好掛住影相睇手機，因為分分鐘都會跌落水㗎。麗江古城最大嘅特色呢，就係佢冇規矩嘅道路網，冇森嚴嘅圍牆，嗰啲屋亦係自由咁樣建造，街道嘅佈局錯綜複雜，有曲優窄達嘅風格。你可以話咧，呢度好似一個迷宮咁，就係因為佢嘅房屋咁密集，所以咧呢一度嘅導航衛星 GPS 咧唔係好靈光。所以我哋由一點去一點，諗住用導航嘅話呢，基本上冇乜可能。所以大家喺呢一度遊走嘅話，最好嘅方法呢，就係認住啲地標，認住個方向。四方街就係麗江古城嘅中心點啦。呢一度四方街廣場非常之容易認，大家出嚟逛嘅時候就以四方街為中心，然之後就分東南西北，大家自己認住自己住嘅民宿嘅方向呢，咁就安全啦。麗江古城嘅夜晚黑都可以話係不夜天。麗江古城如果要打卡嘅話，就有以下嘅地標：大水車、大賢花巷、四方街、大石橋、萬古樓、木府等等。不過我會建議大家唔好刻意咁樣逐個地標去揾。如果你以大水車入口出發嘅話，我哋只需要順住行，見到有好多人行嘅地方，有燈着嘅地方，其實你行下行下都會行到7、8成我頭先講嘅地標嘅。哇！而家呢，好誇張啊！呢度而家只係8點鐘，哇！呢個麗江古城呢，簡直好似去咗哇唔知邊度夜店一樣啊！你睇下呢條叫做呢酒吧街，哇！真係好誇，你睇下。麗江古城真係大到，如果你真係要行晒嘅話，可能2、3日咧都行唔完嘅。麗江古城係世界遺產，中外馳名，遊客真係多到不得了。古城裏面有3000幾個民宿，周邊嘅商業活動真係多姿多彩，數不勝數。所以你真係要花時間嚟遊麗江古城嘅話，最好不過就係住喺麗江古城入面啦。又係景點評分嘅時候啦，我會俾麗江古城8分。雖然古城日日都好似行花市咁多人，但係呢一種熱鬧嘅氣氛、民族嘅色彩、
古舊嘅房屋、歷史遺留下來嘅石路同埋水巷，全部融匯埋一齊嘅時候，就會形成既淳樸又絢麗嘅旅遊體驗。今晚夜遊麗江古城，我哋都行到腳攰啦。9點半鐘我哋就嚟阿婆情臘排骨呢度食晚餐啦。雲南臘排骨咧係非常之出名嘅，臘排骨就即係好似我哋啲臘味一樣啦，不過佢用排骨嚟代替啫。我哋喺大眾點評點咗呢個4人套餐，260蚊，真係非常之豐富啊！今日第3日行程圓滿結束。雲南11天深度遊內容實在太多太豐富啦，所以我會分3集播放嘅。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，請大家 like、share、comment， 記住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好快收到我第2同第3集嘅旅遊特輯啦。拜拜。高山症或者係高原反應，簡稱高反，係指人體去到某一個海拔嘅時候，身體會出現嘅一啲反應，例如頭暈、頭痛、作嘔、失眠、冇胃口，嚴重者可以休克。呢啲嘅症狀最主要係因為喺高海拔空氣嘅含氧量比較低，俗稱係缺氧。以海拔3000米嘅高山為例，山頂嘅氧氣含量只係得平時平地嘅70%左右。冇人會知道自己去到海拔幾多米先至會產生高原反應，因此高原反應對於每一個人嚟講都有所不同。好多人去到海拔2000米就已經有高原反應，當然高原反應亦都會分輕同埋重。不過大家千祈唔好逞強，亦都唔好死頂，絕對唔會話有邊個可以喺高海拔冇高原反應就會叻啲。去旅行最緊要就係開心同埋小心，千祈唔好睇小高原反應。我舊年去青藏高原，平均都係3500米左右，我哋一行24人，有超過一半嘅人每一晚都要入醫院吸氧氣。所以喺呢度我都要呼籲大家出去玩最緊要都係安全，千祈唔好睇小高原反應。而家我哋就嚟睇一睇雲南各大地區嘅海拔，大家都會見到香格里拉係最高海拔嘅地區，平均都喺3300左右。所以如果去雲南玩，我絕對不建議大家一開始就由香港直飛香格里拉。所以如果去雲南嘅路線都應該係香港飛昆明，由1000零2000海拔開始。大家見到我嘅路線都係由昆明慢慢由北上，每一笪地方大概逗留2至3日，等個身體慢慢適應高海拔。一般嚟講，由昆明上大理都唔會有任何嘅高山反應。當你去到麗江嘅時候，海拔就會偏高，超過咗2500米。如果你打算上玉龍雪山嘅話，山腳就已經大概3000米啦，亦即係話南越谷都會有3000米。上玉龍雪山亦都會有分幾段嘅，咁有3000幾米啦、4000幾米同埋5000幾米。如果你打算挑戰3000米或以上，我強烈建議你必須要作出高原反應嘅準備。去到麗江就有氧氣專賣店，出售醫療級別手提式嘅氧氣同埋一啲高原反應嘅藥物。我相信大家都聽講過話要食紅景天，不過食紅景天比較麻煩，因為你差不多要1個星期之前就要食定啦。今次我去到麗江，我個司機就有好介紹啦。佢話呢一隻係一隻新嘅藥物，叫做高原舒靈，一支係58蚊人仔。呢個非常之簡單，只需要你半個鐘頭之前飲就得啦。呢個高原舒靈係冇色嘅，有少少味道，不過好容易飲。細細支飲咗之後半個鐘頭之內就唔可以飲水，因為唔想稀釋呢個藥物。其實佢係中藥嚟嘅，入邊都有紅景天。我因為要上4250米嘅香巴拉佛塔，所以我都飲咗一支。飲完之後真係覺得非常之舒服，因為我未飲之前個胸口都有少少壓力，不過就未至於唔舒服。但係飲完之後，我即刻就覺得成個胸口就鬆晒，我仲可以喺香巴拉佛塔嗰度行得好快，好開心添。不過呢隻藥又唔係普通藥房可以買得到嘅。咁如果大家會聘請導遊或者係司機嘅話，就嗌佢哋車你去嗰啲專門店嗰度買啦。除咗食藥之外，我都會呼籲大家隨身攜帶一支氧氣，以防萬一。喺專門店賣醫療級別嘅氧氣，一支係39蚊。平時喺街邊嗰啲士多，你都會見到有呢啲氧氣賣，有陣時係10蚊、20蚊、30蚊不等。不過我覺得呢啲係保命嘅物品，就千祈唔好喺街亂咁買啦，都係去返專門店買好啲。最後，如果你有患上以下嘅疾病，我就會強烈建議你最好唔好去高海拔嘅地區旅遊啦。心臟衰弱嘅人士不適宜去高原地方。心臟弱、有血壓高、有嚴重心律不正、有心臟病嘅人士不適宜。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嘅人都不適宜，又或者你知道自己肺比較弱嘅人士亦都不適宜。如果你咁啱患上感冒嘅時候，你亦都係高危嘅一群，所以更加要特別小心。
以上嘅人群千祈唔好勉強自己去一啲高山嘅地方遊玩啦。講到嚟呢度，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嘅疑問，我會呼籲大家去揾你嘅家庭醫生諮詢。